农委会辅导市场现代化转型的补助，这彰化县是全国执行率的第1名。透过自动化的设备，会当改善污染的问题。彰化县是台湾排第3大的市场县市，市场的数量总共有73万多只，占全国总产量的14%。但是这几冬因为天气变化大，加上传统低调较会有卫生问题，农委会2021年开始推动低调转型的补助计划，辅导农民改善市场的环境。育成率的方面嘛有明显的提升啊，因为咱公司即卖这几年啊，为着要因应这个气候的变化、甲环境的需求，这个咱设备更新啊。真正有对着阮的市场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安尼。市场产业除了爱控制猪仔的传染病，低调的废水处理甲空气污染嘛真要紧。彰化县农业处嘛加强宣传甲客载力头，要来全面提升市场产业的品质。若有去互掠到这个土的排放无处理的这水排放，第一遍会先警告罚钱，那第二遍的先依咱的污水废水的处理法，会使你互伊勒令停养。啊，咱嘛希望讲咱的养殖产业大家来顾着咱的环境，啊，搁互咱的生产的条件会使来提升。根据统计，彰化县2020年辅导市场设备改善计划，计共完成165场，执行金额大约1亿7953万，连续2年排全国第1。今年大约会当减少15.7万吨的废水排水量。经过改善，猪仔嘛搁较健康，提升大约5%的育成率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